Haleluya. Amin. Haleluya. Amin. Ano man ako natin, kahit na sa tayo kuya, kita, walang suwat sa kumita. Nawa ani, anong suwat kita, nagpuhog ka kita, puro ni ari, walang suwat sa kumita. Ano mga ari, ay, wala ko ka, layak ko ako na natin, hindi para ka lang pilihan, sa walang suwat sa kumita, kami, lahat, lumang, hindi tulong, kita kalat. Nawa, kaya kita kaya iniikyo kayi. Uma, ang na marucho minta. Uma na marucho minta. Tu di banget minta ini. Tu kami sama minta ini biasa. Ya mat minta. Tu bikan siap minta saya. Bikan siap minta kaya ini. Wama aku ibahat ni apa. Para saya marucho minta. Apa kita tu? Tidak minta. Tuhan soal kita ini kawas. Nama ini, tidak panas minta, tidak ulah minta, tidak ulang minta, tidak tangis minta. Mana tak begini ya? Tuhan minta ini, cinta, benar baru soal minta saya dari bayar. Tangan sakit, ini, tanya kita ini kio kaya untuk pilih bahas atau kita baru soal. Hanya meminta diingatkan. Haleluya. Ye是祝福大家能够常常喜乐，盼望我们大家还带来ayat kita turun kita. Mama, dikasih kami awak. Tuhan saya dipayang kasih mati di awak bayi. Mama, kita tidak untuk menikah. Bersatu, rumiah, cita orang kalau suatu mereka bagus tidak perlu bagi rumah itu adalah adisi awam tidak puna kebaikan atau misuh ini diceritakan jadi karena ayat kubarucok bagi hatu kubarucok nara kaya itu di kiokai kaya misuh tapi sampai itu dipaham pada saya kubarucok sampai kaya itu sama dikasih kami bapak kurang kami bapak tanya kubarucok tentunya nama ini kalau ayat kubarucok ini karena ada apa waktu yang ku mulai, apa waktu yang ku padas, apa waktu yang ku biarku tu lebih kami akan tahu. Sisi ini kan bisa tahu. Jadi kita butuh pakai ini tata pakai kita saya akan bisa Yesus ini sebab itu. Amin. Hai kita pelihara kita, hai tu pelihara kita. Serius, orang saya kita tahu. Hallelujah, hallelujah,
来的喜乐在哪里？说真的，我老天都不知道。阿拉玛没有这个，哈利路亚，在那个喊，我们奥尼加布，我在这里。你把跟你们的活了说，比嘛按照你们的才能给他一个爱要你我吗？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用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把你们的双手也举起来，我们再一次，哈利路亚！再次要带着喜乐的唱这首歌。
阿里拜的阿里拜，当时你反映你，我们还给好给他说，人家经过嘛来说那帮主人的战斗那么啥，我都说人阿鲁乌啦，古里巴哈鲁那么，阿鲁乌拉鲁，阿米鲁那么，多拉鲁那么，那是在哪里上面嘛？今天阿里巴哈鲁那么的主人那么，阿里感谢你，耶稣基督啊，将你心里所想的、所要去做的。完完全全的，现在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把你所心里所想、所要讲的，一句不漏的跟我们的主耶稣讲，让主耶稣来接纳。哈利路亚！我们三声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同声祷告，预备，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不好？好。想他们要给你上来找我吗？爸爸，我给你不打仗的艺术，不能我给你打仗的样。从礼拜一到至今，主耶稣你时时刻刻的在照顾着我们的心。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
哈利路亚。唱这首歌是吧？给你的心开了吗？你是否已经准备打开你的心房，让圣灵进入到你的心房里面，让圣灵改变你的心中，在无时无刻你的心里，或是工作上，或是在家里，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些莫名的不满的心态。我要怎么改变我自己？我们现在全从心里，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心里打开，我改变我的心。我们刚刚的这句话，我们来求神进到你的心里。好，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打开你的心。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哈利路亚！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继续，我们不要浇熄我们心中的火热，我们再一次站立，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颂赞全能的上帝。我们唱2遍半。天上的父神，我爱。
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外头今天在下着雨，主啊，你仍然提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弟兄姐妹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要敬拜的神。主啊，求你差派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充满你的恩典，你的灵力在里面。主啊，我们今天要领受新的祝福。主啊，求你高摩我们的牧者，祝福他恩典满满。从他口里所释放的信息是主今天你要亲自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求你调整我们，求你磨塑我们，使我们的心智来转向你。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祭坛上献上自己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医治我们肉体、我们心灵上的疾病，使你的喜乐充满，让我们喜乐的来跟随你，叫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的眼界的更高，与主同行，翱翔在天际。主啊，求你搅动我们的心，可以勇敢地跨出我们安全的巢窝。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成为福音的器皿。主啊，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年长者，常用祷告来托住教会的事工。主啊，你祝福青壮年有力量来建造教会，成为教会的工人。主啊，你祝福少年人有梦与主同行。主啊，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社会的祝福的管道。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来重新的来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你要先提到使徒信经，我们用华语来念。我信北秦，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为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个农民大哥周报农民大号，然后下个礼拜主日的侍奉，下一周10月4号有分2堂阿美语堂还有华语堂。那他的农民堂时间比较好，华语堂是在10点半开始，阿美语堂是8点半开始。施礼者有母语张梅花长老，华语吴秀香长老，司线有张庆贤和曾敏妹执事，招待黄佩文、陈嘉恩，敬拜赞美。医师组，华语医师贴组，诗琴，叶嘉玲师母，华语苏秀丽姐妹，投影片有苏一婷和刘佑轩，音控苏伟毅，华语刘信义，执州长老是甘约翰长老。我们继续往下看儿童主日侍奉，能哈多布鲁儿童主日侍
奉由耶利米有一日教员奶奶你们都预备好心来为这个侍奉做预备。各堂区聚会的报告。松年关怀探访，主日会后有安排聚会跟探访，弟兄，等于还都有报告呢，会长们还有妇女适逢中秋连假暂停，星期六暂停，耶利米为了青年主日，他们要来教会彩排奶奶，你们的预备愿神来祝福。我们再继续看9月30号的家庭礼拜，一定一路把你黄星光，主理由高秀美长老师会有他爸罗指示，祈祷会也是因为中秋连假的关系，我们也暂停一次那个还都遇到奉献报告，细节的部分你们自己看上周的主日奉献一共有52552元，如果在周报上面没有上打到你的名字的跟我们的指示报告说明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来翻到后面这里教会消息。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樟树大家庭的有没有伊拉古第一次来的吗？我还好，看起来脸都是熟面孔。那我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他已经有来，上次大概有些人还不认识，你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请林婉熙请你在我们当中站起来好吗？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樟树国小毕业的也很喜欢我们阿美族的朋友我们多多跟他来聊天我们欢迎他，谢谢，请坐。本周读经的进度，进入到约翰福音第4章，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到招待处那边索取很鼓励弟兄姐妹多读圣经，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实现这样子的一个读经运动。第二点，今天主日聚会结束以后呢，要召开圣诞节第一次的筹备会议，邀请小会的会员，请你们务必留下来在1楼会堂讨论预算以及活动的内容。第三点，主日聚会后，我们非常欢迎参与诗歌观摩的一个诗歌班的练习。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年长或年轻，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诗歌观摩练唱让我们为着来高举主的名，来赞美、歌颂他，我们一起来练习这样子的一个诗歌。第4点，本周适逢中秋连假，愿神保守弟兄姐妹，无论是出游，或者是省亲，或者是返乡回去，能够都出入都平安。也请弟兄姐妹额外注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的圣经原则行事为人，吃喝切勿过度都是适当为宜。我们继续看肢体消息。请为我们年长者、肢体软弱者、为遇困境患难的家庭提名祷告，求主来兼顾。
他们的信心有力量，胜过难处。能明白的名单名单号，没有减少，反而更多哈。来多能明白，无论你是在哪里，你想到他们的时候，求主帮助你哈，能够在祷告中帮助他们提名祷告，使神的力量加添在他们身上。好，我们来读本周的经文。万军北庭，万军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继续来读圣经，今天的圣经节在撒迦利亚书13章7到9节。我先用母语来念。Jika ia di Sapatulu usir itu tanggal Sasiwa Abusir 我讲反了啊。13章7到9节。Pasualku mi umutai atapang punusau kapala itu surakaten kuya matayalai itu sakit takuanan pakanai itu siri damsau patayen zangra ta maliwasaku masaflawai siri ku sastian aku ku pinolan aku ku mama patai ku tusa no kalitolo no kolong no kitakit damsau ku dari peten aku kuya say no kalitolo usaw damsau samatiaan aku pitutoh mi ulas to kin jamra ta solinay to jamra ifatan aku jamra mi matia pi ulas to tatakin ta pasay ni jamra takuanan mi tulon ta nangilan ako ko pitulon ng ra sa suwalan ako jamra to nika pinawalan ako jamra mama pana to jamra to nika kawas ng ra kako saan cimra. 我引用撒迦利亚书第13章第7到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减数而死，1/3人必存留。我要使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阿们。今天牧师的讲道主题是被击打的牧人。这个公你翻译中的话，在被击打的牧人什么来？等于他都大夫些都刷了打扮，我们恭请牧师。上帝今天上午可以从
重新进入到我们的撒迦利亚书的系列。从8月2号之后，因为牧师兄弟放了年假，9号来自于新竹县金石乡的惠土盖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来一起来庆祝父亲节的这个庆祝的活动。之后就安排了我们教会的同工在接下来的主日，分别不同的讲题，跟不同的角度分享上帝的话，继续帮助我们。就到9月份之后，因着教会有一系列的邀请，所以我们在9月13号邀请了台湾神学院的老师马约翰牧师，以及这3个主日，我们透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聚会，在这边享受神非常丰盛的属灵的飨宴。那同时我也看见姐妹弟兄在这2场的不一样的聚会，一个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是比较热情的这种不同的聚会的模式，帮助我们更加亲近、更加认识这位上帝。亲爱的姐妹弟兄，今天上午跟我一起来分享撒迦利亚书的第24讲被击打的牧人。我是爸爸，我们可以在单单的说一个看。也许跟我想可能从上个主日才刚刚从属灵的高峰你知道上帝无限的恩典跟他的帮助特别在智慧上面跟认知上面越发的精进。可是这个主日，姐妹弟兄，我们就必须要落入凡界了为什么？因为这才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磨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必须要在日常里头不断去思想神过去他的恩典到底是如何。我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靠跟相信以及认识。如此，当那个更大的患难来的时候，才可以生出思想出水他无限的作为跟奇妙的作为出来。有这件事情待会会跟我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非常独特的救恩的一种事件或者经验，那就是被击打的牧人，当然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在宣读、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已经读到这个部分了。我们的神基督耶稣，因为童贞女玛利亚，因为受灵感孕，所以就从她而出。以后，我们的神耶稣在这世上大约有3年半的时间，传讲天国的福音跟悔改的信息，至于受到跟他不同理念的当时候的这些的不同教派不同的宗教领袖的迫害。使徒信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所以姐妹弟兄，这就是非常独特的救恩的一个事件。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这个被击打的这个牧人，耶稣基督的受死，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在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越发被他吸引，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当然，牧师兄弟也同意，当我们不是相信在前2个主日的聚会当中，在更早之前的主日里头我们或多或少一定蒙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上帝以外。我们祷告求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圣经有一个原则，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或躺或坐或走或跑，或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处境，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刚才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的同工有说出这一段话，很感恩。圣经其实很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3章，如果各位手边上有这段有圣经，不论是新约的和合或是现代中译或是阿美语圣经，请各位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第3章的第22节，一定意思，他是在那个约翰内斯卡多拉这方读沙弗洛读上读西尔，看，假如话，因为你阿生你阿信。兄弟就用中文用华语来读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3章22节。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都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欢的事。再读一遍，22节，第3章约翰一书。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都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欢的事。亲爱的弟兄兄弟们，哈比那的是什么不懂？有嘛巴那kita mengalai kita hidup pikiran atau bidama tu kaulahan rahawi kata cha bideng cha tu tolong minta saan。所以，弟兄这边有很重要的原则，说当我们遵从他的话，当我们愿意喜欢去做神所喜欢的事情，神就会在这个当下，当我们向他求告的时候，他就听我们的祷告，就会赏赐给我们。可是，当我们不遵从，当我们仍然过着那个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仍然在最终的时候，对不起。我们跟上帝中间会有一个鸿沟，我们的祷告不会达到天庭，因为我们仍然犯罪。我们祷告不会像烟一样，诗篇63篇所说的，我们祷告不会像烟一样，那个烟就好像是摆在上帝面前的那个金香炉，那个香。约翰路加福音第1章，撒加利亚的祷告说。当几位弟兄在会幕外面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就是香一样，那个香就熏了上帝的眼睛，上帝就因为那个香的被熏的缘故，他就流下他的眼泪。因为这个香是祷告，祷告听到了，上帝听到了，闻到了。出埃及记第2章跟第3章，第2章尾巴，第3章中间的时候。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当上帝看到了、闻到了、听到了，他就从他圣座就下来我们中间。Dengan belum namai Bapak ya turun ke asyik dalam mana asal。这是我们的日常，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所以教会的讲台，牧师在这些年来不断的用书卷。讲完一次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卷旧约圣经的时候，就会换新约圣经，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去越发认识他，更加亲近他。撒迦利亚书系列讲完之后，我们将会在11月份进入到雅各书部分，请请弟兄回去先阅读新约圣经雅各书。Angay ayat kita asyik dia Allahai katakan fangza sudah ini Yakub sedikit Yakub书9章很短，就是帮助我们回去就先阅读好雅各书，可以继续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被击打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看见神的带领跟神的祝福。开始要跟各位说一个比喻，一个寓道故事。上帝会击打他的牧人吗？用什么方式击打？其实很简单，什么弟兄？只要把那个牧者拉下来，基本上今天教会就会差不多就会
很艰难的，用我们的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很艰难的经营下去。一旦把牧者拉下来，已经教会就会很快的渐渐就很艰难的继续经营下去。据说有一群魔鬼，有一天就被遭拒在一间的空间当中，就好像是我们一样，要来这边有些的教育跟一些报告跟分享。于是，在分享过程当中，这些小鬼，有的小鬼就开始抱怨起来，说：“哎呀，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多的策略，都让我们疲于奔命，非常的辛苦。可是那个果效并不是很好，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是不是有好的建议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更快速的把这些基督徒或是把教会给搞垮。后来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魔鬼在那边笑两句，笑两声。他说：“哎呀，你们要多多学我。”我当然那个小鬼的眼睛就往下面看着那个青狼，说：“请问，请赐教。”于是这个老鬼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鬼就很骄傲的炫耀他，那很简单，只要把牧师给拉下来就好了，只要把牧师拉下来，教会就会倒了。兄弟弟兄，我们一起来想想，一间没有牧者的教会，可是一间领袖都只顾自己的教会，事实上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一间到处有问题的教会，却没有牧人、没有牧者去喂养的时候，还想到15年前的那个经验吗？2005年，刘阿春刚被中会派到我们中间来，这个经验，这个故事提过好几回了。2005年，当刘阿春刚来到回到我们教会中间服侍的时候，抱歉，那个时候的人数就20几位，一小群。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牧者，长期没有牧者，又因为教会发生一些的状况，我们的教室是每下愈况，没有领袖出来带领。那时候还听到安排了同工礼拜3要去家里礼拜，可是那个家庭等了半天，同工都没有出现。礼拜5安排了祈祷会，有人来参加聚会，老半天等不到那个主里的同工。礼拜天要讲到大一长老，从礼拜5就开始打电话，打到礼拜6晚上深夜，好不容易才邀请到一位牧者愿意来到中间的分享。现在姐妹弟兄，那时候彰化教会的光景就是如此，只要把牧者拉下来，没有领袖，没有牧者，这教会的经营就非常的困难。今天早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要结束的之前的第13章的7到9节，撒迦利亚非常难过的、非常悲伤的提出他的控诉，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求神继续恩待、赐福，好让我们可以因着一些的提醒，大家愿意在教会的这件事情的管理这件事情上面，不只是同工、姐妹弟兄一起来负起这个责任。虽然刚才我们只读了只有3节的经文，可是如果我们去对照那个撒迦利亚书第11章17节的时候，还记得撒迦利亚书第11章17节的
经文吗？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背和右眼上，他的膀背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必昏暗失明。Hasa ini sakat cai atau share ni tu kusapau atau sisa kusapau atau fang saling kata. Mana ai ke kritai pahotingai tu siri dira pakaan hawi fasen dira ku kegagan dira hawi suatu ini sisa kusapau atau fang saling ngoplo. Melalui WhatsApp sangka saan。亲爱的姐妹弟兄，在11章的时候，其实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17节之后，如果我们先直接跳到13章的第7、第9节，有人说这样也许会比较通顺一些，也许会比较通顺。为什么呢？这段经文在11章提醒我们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这个11章里面，那个很坏的牧人，不但不医治那个受伤的羊群，不但不寻找那个失落的羊群，也更不帮助那些受到惊吓的羊，而且还去吞吃他们最肥的羊。这是一个要被击打的牧者，在11章我们很清楚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说，如果单单把13章的7到9节直接拉到撒迦利亚书11章第7节的后面，接续11章17节的后头的时候，读起来比较通顺。实际上有些人当然作为牧师的，我也同意这些学者的讲法，因为7到9节短短的3节是论到一个上帝的仆人因为他不喂养。不医治、不寻找、不帮助之外，还要吞吃那个最肥的羊。于是这个牧人就被上帝击打。Ano ba na ay mikret sa mikret ay to sa opo hawi mo sa gamo puro source ay ni panza sudah kakaksa astaan mo tapang cingra saan因为也许说，好了，上帝要击打牧人，谁是要被击打的牧人呢？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牧人其实就是很可能是犹大王国之前的一个国王，他都不是在轰定，在利亚或者是暗，大家都知道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还记得尼希米记那个所罗巴伯吗？这个牧人也很可能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他自己。可是更多的圣经学者指向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个理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13章1到1节跟7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到那第1节说，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洁。第7节说，刀剑起来吧，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的翻译。所以这边我们很清楚看到，现在几位弟兄，神的同伴，牧人的同伴，谁是那个牧人的同伴？很清楚的在撒迦利亚书的13章的第7节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同伴当然就指向耶稣基督，这是因为配得上帝称为的一个同伴。他自己的同伴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从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他指向这个预言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的被钉死之架的这件事情。这是最大的牧人，我们最大的神最伟大的神耶稣基督。可是他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圣经就已经预言了，他到新约的时候将要被击打，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去到访修到网络里面去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的这些注释书就会帮助我们去把这段字文是指向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马太福音就这样提醒我们，而且上帝说他一定会击打他的牧人耶稣基督，使他的羊分散，而且要受试炼。请请问弟兄，无论是谁牧人被击打之后，跟这边告诉我们说，跟随牧人的都分散，而且剩下的还要被上帝试炼。不，上帝非常恩待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他在13节第9节后面告诉我们说，只要愿意求告上帝，神都会定义。只要换句话说，只要愿意遵从上帝的话，做上帝所喜欢事情的这些人，神就会恩待他、赐福他、带领他，听他的祷告，他们就不至于被分散四散。现在，请问弟兄，被上帝击打的是牧人，而分散的却是羊群。你们想一想，这合理吗？这次要跟各位一起来回到第7节去思考这段经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来。我更要先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我就是上帝，只要击打牧人，击打谁？当然包含教会领袖跟群众，就随了会。弟兄们，弟兄，圣经这边告诉我说，上帝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Usa setelan utapang kuya ikritai usa opo ke pakutingay. Hawi mariwasa ya alumanay kami tugoray sirana saan. Setelan utapang kuya pakutingay. Hawi mariwasa kai hawi tugoray sirana saan. 兄弟姐妹弟兄，不是只有狼不是只有仇敌来的时候，羊被分散。就算没有仇敌，羊也一样被分散，不是吗？只要是没有牧人，牧人不在，群羊都四散。为什么呢？因为羊始终都需要被照顾嘛，不是吗？我还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吧，英杰长老，我们的同工英杰长老，带领儿童主日学那场分享，他是讲用羊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羊只要没有牧人管，它就到处跑。因为什么？羊是有很大的近视眼的，很严重近视眼的动物，它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它必须要听那个引领者，就是牧羊人的那个声音。这些羊它听得到那个牧羊人的声音，它就跟随这个牧羊人。可是，一旦牧人不在了，它就到处乱跑，就会掉到那个山谷里面，就掉到那个溪水当中，甚至找不到可以吃的草。不用狼，不用仇敌，不用野兽去攻击，他们就会分散了。羊群始终需要有人看顾跟照管。一旦分散之后，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就发现第8节告诉我们的，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剪除而死，1/3人必存留。”第9节说：“我要是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阿妹是这样说的。第8节。O mapatay ko dosa no karitulo do ano apolo no kitakit atamdaw o palifeten ako kuya cecay no karitulo o pasaw atamdaw sabatyaan ako o pituto mi ulat to kim zangra ta o sokling na ito zangra Dipeten ako zangra matia o api ulat to tatakim ta pasay ni zangra itakwanan mitulod sa ka。学生弟兄这边，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也许跟我在先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心中会有很大的一个不服气，说牧师。
这个经文不是很清楚指向是教会领袖说的吗？这个经文不是很清楚指向那个耶稣基督说的吗？对不起是教会的牧师，不好意思我又不是教会的同工，拍谁团契没有，团契我也没有那个位置，所以不会是像我说的吧？Haratat saya kata harus haratan meminta. Ukiau. Ukiso ko mikirlah mi kana tu ki ko hawi ni man kami. Aroh sa kami marawat tu ki pilihan hawi. Aroh sa kami ko ngai. Tengis kami tu pak ini no miso. Malawat tu ki kasau ko ano twansi hawi. Aroh sa kami Ira seperti apa ini kekanan. Ira seperti fuai tamianan. Memang kami syau. Bukamu fuksi, bukamu ciolo, bukamu hajuci, bukamu bikritai dosa aku. Kemaski ai memang kaku. Haratem hakku haratem dasari kakak.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置身事外的一个这样的态度，在读这段经文？要被击打也是你们在上位的被击打，要负责任也是你们要负的责任，不是吗？关我什么事啊？干亲底事啊！兄弟姐妹兄不都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作为老师的，或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担任领班的、担任组长的，或在工地里面担任工头的，即便是工厂里面一个小小的线上的负责人，我们每一位都是牧人啊。这句话已经讲过好多回。Kami pakotingay ginato para nuruma sa sarikaka malamama ay malayin na ay. Ang awa kumama auto inahaywa. Sini ada sa kuwasay. Oy bikrita oy pakanunay. Oy papa miliputay. Rajo-rajo at kuwa alam merakakar ratara. Ang away ko umatayalay kay siya hawi saan utan kaisya uras kemana memala taukian sekarang uras kemana taukian 兄弟们弟兄，其实这个经文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虽然似乎是指向耶稣基督，似乎是指向那个教会的牧者，似乎指向政府的领袖，似乎指向单位机构的管理阶层。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你跟我都是那个牧人，所以这个经文事实上也是向我们说的。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要做好一个牧人，或做好一个领袖，做好一个管理者，我们就要有意向、有方向、有勇气、有智慧，而且我们需要非常的接地气。知道。在任何场域，无论是教会的契友，无论是工作单位的这些的伙伴们，或者我们职场单位的合作的这些的友好的人士，我们都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如何管理他们，去带领他们。特别是作为我们教会各不同位置的领袖，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这时候的犹太人，刚从这个很遥远的国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从那个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他们的以色列的本土的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哈该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有百倍带薪，是吗？这个工程都需要很多人的投入。不是只有尼希米，不是只有所罗巴伯，不是只有以斯拉，也不是只有哈该和撒迦利亚，
是指向全部。如果没有人好好的领导，就会乱了。好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是如此，是吗？当愿意的那些人，当愿意被击打，仍然留在原地的这些人，他们就会享受一些的生活。可是当这些不愿意事不关己的人，就好像在那个旷野，圣经告诉我们的，在那个在旷野当中受试炼的人，在旷野里面受到野兽的攻击，受到狼的吞噬，甚至会迷路，会饥饿，就会死了。我们就自然就会逃跑。当一个家庭没有温暖，家人不会想要回去自己的家。当一个家庭没有温暖，这个家只像个旅社一样。当教会没有爱，我不会想来张述教会。当教会没有温暖，我们也不会彼此互相的帮助。就会受到击打，是吗？就让我们再次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会软弱跌倒，是一个牧者晚节不保。其实，弟兄，有些时候牧师会透露一些周围的消息。我看到有一些牧者，他们在青壮年的时候非常有能力。有些牧者，他们还有很多很棒的恩赐，有人是建堂的恩赐，有人是有募款的恩赐，有人是带领诗班的恩赐，有人是带领教导者的恩赐，有人是祷告的恩赐，有人是有医治的恩赐，有人是很会撰写计划书向公部门申请的恩赐，有人很会探访，很会关心，特别容易倾听。亲爱的弟兄，往往这些有恩赐的牧者，有些时候是不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是吗？我们都有七情六欲，我们都是五谷杂粮长大，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所以我们就会软弱的。亲爱的弟兄，之所以会被击倒，会不会是，其实是我们内心有极深的那个不安全感？因为我们每个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很大的无力感，是因为会不会是我们常常活在恐惧跟害怕里头，跟这些的其他的要让我们进入到网络里面，我们就逃避。这句话也许我讲了第3次了。我们跟大部分的基督徒一样相信上帝，可是我们却活得非常的痛苦。有活得非常痛苦的基督徒吗？大有人在，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有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平安的，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基督徒，他们仍然活在那个恐惧里头，仍然处在那个害怕的当中。不仅没有能力去面对，去阻拦，反而是让许多的这些外来的这些的影响，迫使基督徒们更加软弱，跟跌倒。就求神帮助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当牧人受到击打，就是没有牧人被打，是吗？再次强调，没有会长的团契，没有老师的班级，没有父母的家庭，没有管理阶层的公司机构或是单位，没有领袖的政府或是国家，羊就会分散，羊就会生病，羊就会跌倒，羊就会软弱，羊就会负气离开，甚至会成为野兽的食物。圣经告诉我们，
甚至告诉我们那些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噬一样。正如在前面跟各位分享的，正如一间教会没有牧者，群羊就分散一样。不知道吗？目前我们教会属下只剩2间没有牧者，一间叫做在台北市的基北区的教会联盟教会，叫教会联盟，叫做灵山教会。黑牧师当他被呼召到日本去当宣教师之后，已经是第5年了。这教会老实说非常的可怜。虽然同工很努力的想要把教会带起来，中文叫做什么？叫力有未逮是吗？因为一间教会，我非常熟悉的牧者教会，立君牧师教会的中央教会，在张君牧师的后牧养时期，现在的中央教会。如果我们有认识中央教会的朋友，请弟兄们，你会非常知道一件事情：同工要去牧养一间教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巴不得有新的牧者可以带领这间教会，可是叫做什么呢？僧多粥少，是吗？真的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上一次马云他不是原本要分享这一块，目前呢，3所神学院，早上教会的神学院，会在阳明山的台湾神学院，会在花莲寿丰乡的玉山神学院，会在台南市的台南神学院，没有阿美族了。我们是阿美塞，我们的民族来自新加坡、山东、福隆。Orang dah juga kita ame cukai, tu dome cukai, jadi hai cukai di kau di ra, wah hai cukai。这是阿美中会往那个嘎罗安，就是基奇的方向吗？好，从瑞穗要进到那个寿丰滨好的路上。花莲8期教会，上次牧师帮您教的时候，刻意经过这条路，你想走访当地的教会，这间教会的8期教会没有人了，已经快没有人了，只剩多少萨利嘎嘎，不比你嗨呀，脑子诊总是剩下1、2位，最多3位、4位，都没有牧者带领啊，他们也付不起传道人的谢礼，必须要很远的在那个丰滨的或者在光复这边的马达那边的牧者来做支援。阿美中会跟东美中会，一个牧者最多要负责3天。一天呢，主日的时候，很早他们就开始聚会了，7点半到8点半，9点到11点到12点，11点半到12点半这样子。最少也有2间鱼分面。我们真的很幸福，现在几位弟兄们，他们是在都会区的，新美中会只有2间没有牧者，是跟会报告。3到5年内，我们有大批的资深的牧人要退休。但是新美中会就会有一堆教会没有牧者。如果这个时候年轻人不起来，如果这时候中年人不起来，对不起，教会会没落，教会会关门。有尊教会，依然在有尊教会，我们的教会基北区的联合教会。感谢上帝，在去年有个传道人从神学院毕业，
其实教会我们都没有听过永春教会，对不对？会不会报告？那在宜兰苏澳已经待了建立了30年，大概有25年没有牧者。之前牧师担任宜兰美心教会在三仙乡靠近泰雅尔族的宜兰的大同乡，这教会已经成立20年了，没有牧者。平常聚会2个大人到3个大人，其他都是小孩。牧师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姐妹弟兄，除了鼓励年轻人回应那个神的呼召之外，献身服侍。如果我们已经是跟随耶稣的姐妹弟兄们，无论是2年、3年、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我们都已经蒙了这个呼召了。我们都蒙了呼召了，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就算在家庭、在职场，我们已经可以成为导师了。圣经说的，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了，我们已经领受很多了。请不要再被其他的教派一直在指责长老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侏儒，很会听到，就不懂得怎么分享。这是我们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的同工常常就分享说大概50岁左右一直到60岁的，不是45岁一直到60岁的，这个15年的我们教会的中壮年人，刚才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的施会长老、比长老把从老年人的服事的概念观念，从他导师当中说出来。老年人不要看到我们是老了，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服事的工作的，积极的为教会很多事情来祷告。老弟兄、老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宝贝，是我们教会的智慧。而青壮年人最重要的这一群，45岁至到60岁的这一群，如果按照一般的社会上的官司的管理概念，不好意思，45岁到60岁是公司的叫做中高级的管理阶层。我们看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女士，她60岁。我们看公司的董事长，大部分是60到70岁中间的。这些中高级的经理人，或者是中阶的、高阶的，都是落在45到55岁中间。现在樟树教会的中壮年的弟兄姐妹们，牧师这边很要呼吁，是我们起来要管理教会的时刻了。不是继续被击打下去，不是。我们要回应这个呼召，不要再躲在角落这边观望。教会是我们的自己的教会自己救，不是吗？自己的团契自己救，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这边告诉我们，当一个牧人被击打，会有2/3的人被剪除而死，是存留了1/3的。这是强调一件服事的概念，教会太长了，这样的现象，教会大多数的教会几乎都是20%的服事，这个80%的消费型的基督徒。大部分的教会20%的基督徒去服事那个80%的基督徒，巴不得就是亲爱的各位姐妹弟兄们，让我可以把那个数字稍微做一些调整，哪怕是30%，不是到70%，更进步一点35%。我的梦想，牧师的梦想其实很小的，各位9月13号的那个马牧师的主题叫做“做上帝的梦”。我的梦其实很小，
除了让我自己的家人、原生家庭、我自己的家族，可以因着我一点点的一些的方法，去邀请他们来，尽快的回到教会当中。事实上，我对我的教会的期待跟梦想是，上帝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们，由原来的20%可以往上看一点点，到30%或35%，不是30%对70%，或者35%对65%。我跟上帝说，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要再被击打了，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是被呼召，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是已经在这个位置上面，你都可以成为任何产业的宣教士，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我们bisa bicara kuni ayo kita di sajalia apa bicara kita nanai kalmuas nanai aliasen biar dati hai anzai bias kita biar dati hai hawi kaca suasaan pemasai bang kita saan setiap tapang saan kita nan。事实上，撒迦利亚书13章这段经文也是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很大的。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跟今天的教会一个很严重的控诉。求主在此帮助我们，这个经验不只是在教会，事实上仍然可以到我们的家庭来适用。如果刚才说了，如果一个家庭父母亲都无法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对话，好好的彼此分享。我们的家不会像家，我们的家人不会像葡萄家。当我们愿意开始牧养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彼此可以找到，礼拜五跟各位分享，晚上祈祷跟各位分享。当我们愿意跟夫妻之间成为那个属灵的伙伴，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时间，一起来灵修，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家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不是用逃避的方式，而不是用责骂的方式，而不是用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还记得阿国传道师跟我们分享的吗？在7月份的时候，他说什么？大部分的人啊，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解决问题，是先解决那个人。我们干嘛要解决人呢？先解决自己比较要紧嘛，解决自己的情绪。解决自己的盲点，否则这样子下去，你的家庭会健康吗？也许很艰难，可是可以的。然后听到我们在敬拜的主理者是他愿意被改变，心被改变。不好意思，不是只有心被改变，连同意念，连同作为，连同说话。都要被改变。如果只是感动，我牧师说的不是只有感动，我不动，我被上帝搅动了，我们在意念上被搅动了，我们在心思意念被搅动了，我们的行动也要一起被带上来，这样的击打才是有效果。亲爱的姐妹弟兄。让我们一起来，当牧人被击打了，然后就有分散。话说，就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的信仰重新建立在被击打的牧人这个非常独特的救恩的世界上面。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受死这件事情上，各位，教会不能够拯救各位，要强调，教会不能够拯救各位，牧师不能够拯救各位，长老执事也不能够拯救各位，甚至团契也不能拯救各位，唯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你才能够受拯救。让儿子在今天死，把这个就去干，把带，mua di pantai, dia nak ijar hawe, apa orang bilang kita saling kakak, saling konfuksi, saling cuma kasih suci, saling kiukai. Dengan nak jadi yes saling kakak, di pak orang baik di tanah. 既然我们已经有那么好的宝贝，亲爱的弟兄，耶稣他自己已经先被击打了，已经承受这样的痛苦了，已经背负我的重担了。让我们透过这个非常独特的救恩的事件，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只有耶稣基督。 才可以让我们继续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而且我们向那个标杆可以去奔跑。最大的理由是，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所信的才会有物质，各位知道吗？我们所信才会有物质。那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你看看，我们奥利。 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继续被上帝恩待。当我们在遭遇到患难打击的时候，是眼前会黑暗，前头的路我们甚至看不见光明。可是我们会因为活在上帝的里面，活在耶稣的中间，我们就会继续刚强，继续勇敢下去。愿上帝赐福各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都给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跟慈爱。天父，求你继续同在，求主继续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主上帝，你知道我们是你的羊，主帮助我们要可以从你那里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有声音会对我们来说话。可是主，你知道，常常我们分辨不清楚。也许多半的时间，你愿意向我来说话。 可是常常主，我们的耳朵却是闭着的，以至于当这些的艰难，当这些外在的这些可怕的环境，主啊，这些狼、这些野兽来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认清。感谢上帝，感谢耶稣，你还认得我们。主，每一次你都认得，因为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不但听到你的声音，我们也喜爱你的声音。主帮助我们会对你说，请说，我们都愿意在听。现在主上帝，即便目前呢，还有很多的状况会持续的发生，可是主，我们相信你会允许教会，甚至你允许在姐妹弟兄的生命的当中，你的旨意跟的计划，虽然受熬炼跟试炼。 可是因着你愿意，你的教会洁净跟完全；因着你愿意，姐妹弟兄们愿意来到你的圣座前，带着不惧怕的心情来朝见你的容面，甚至愿意悔改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愿你赐给自己的教会跟百姓顺服你旨意的心智，在熬炼跟试炼的当中，继续忍耐等候的这样的信心。 甚至在苦难当中，是靠着耶稣基督，主啊，你得胜的名来继续得胜下去的能力。现在主愿你的旨意继续显明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也正如同主啊继续活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当中，继续为你刚强，继续为你勇敢的活在每一天，向着你，让我们继续往前推进。谢谢你听我在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这时候，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吧。上帝透过这个饼跟杯的恩典，就让我们重新去思想，我们自己当初是如何被耶稣拯救，我们自己如何在那个当下愿意相信耶稣那个当下，愿意相信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啊。 或者是我们生命中的个人的救主的那个当下，那个起初的感动跟那个情感。
谢
谢谢你，在我身上成就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求天父、求主继续激励我们，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好让社会的恩对我们更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再次被你的爱充满，甚至来改变我们。上帝，我们还要感谢你。你过去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和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直到今天，主，我们奉你的名设立这个主餐。主，这都正是在提醒我们的生命要跟你相连接。所以，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生命原是属于你。主更帮助我们，也不要忘记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所以主，谢谢你亲自为我们透过圣餐，让我们向我们来立下新约，借着你的受难定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以重新跟上帝和好，并且继续得着上帝丰盛的恩典。主上帝愿将你的爱继续丰足在每一个姐妹弟兄中间。主让这个爱活着，帮助每一个弟兄再次成为新造的人。主，谢谢你，我们现在请察自己的心智，检查奉主的名来检查我们的心智。主帮助我们爱上帝的心，再次被你唤醒起来，重新有热情，有对主的话有热情。帮助我们继续委身在你的里面，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有继续拒绝罪恶的勇气，赐给我们内心有重新正直的灵。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圣餐当中，提醒我们去思想圣餐的意义之外，主圣灵也再次光照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让主的爱继续充满我们。主帮助我们期待每一次的领受。都与你非常棒的相遇，我们可以一同坐席，一同团契，一同相爱。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继续连接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洁的一体。都这个彼得领受，使我们灵命更加的成熟长进。谢谢主，愿在面前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在主弟兄，当耶稣打破冰之后，他的锅饼，请记得，这是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当你吃的时候，应该就是喜乐之间。在饭后，耶稣就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就是喜乐的纪念耶稣。”待会儿我们要循着前次的那个模式，因为目前仍然是处在疫情中间，教会准备了2合1的饼跟杯的这个领受的方式。这个饼跟杯它是连在一起的，当待会领受饼之后，就可以放在原来那个位置上面的前面的勾手当中就放着。因为它是一次性的使用，就要丢弃了。可是它上面饼跟杯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请姐妹兄在剥的时候，请特别的小心，别那放给它米拉要撒个嘎跟上次一样因为这个上面的膜，它有第一层是透明的，第二层才是蓝色的。透明跟蓝色是有2层的膜。所以在剥的时候，请各位非常小心。如果各位一不小心一次性的剥落，那个饼会碎掉。所以当在剥的同时呢，请特别来注意这个小细节的动作，以至于不让那个饼碎裂。如此，我们还要再去重新领一个新的。当然可以碎掉，可是不多。所以请我们来小心的来使用它。请记得，它有2层薄膜，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蓝色。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的同工一起将饼跟杯就分下去，请姐妹兄一下领受，请同工来到台前来。
耶稣的身体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这是耶稣的身体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什么相关系？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什么关系？为了怎么一修，我们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我们手，跟他所为我们所留的保险，是耶稣所设立的新约。每当我们吃喝的时候，应当都是行，或者是纪念耶稣。我们刚才好的帮大家，我们帮好的，我们把它也是简单。Jadi akan tahu apakah bermasnias akhirnya saya pakai saya katakan di kanan yo wilayah kita hal ini kami harapkan itu perlu kasih pandang juga这是耶稣的为了什么身体其中所留的保险并设立的新约，当我们喝的时候，应当就是行，这个是纪念耶稣。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选的，这也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每当喝的时候，应当也是行，也是纪念耶稣。看不起来你什么不一样的样？一起来唱《耶稣的宝血》这首诗歌。坐着唱，坐着唱，让各位不要放在交代唱这首诗歌。
主啊，你爱我们，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你用你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的爱，使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主啊，你的被建立起来，让我们不被孤独谎言所害，我们可以勇敢面对在你的面前，跟随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每次在立约，帮助我们时常来纪念这样子的一个主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的是要得着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有永生的生命。耶稣，谢谢你这样子祝福，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困难，主啊，当我们面向你来高举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这些困难就已经是主啊，你已经知道了，你就要来伸手帮助我们，为我们开出一条生命的道路，是活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樟树教会，要一个同心合一的心，来一起来侍奉神你的家。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这个家庭，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被你建造。谢谢主，让我们的眼界更高的来看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被设立，是为着在我们的周遭附近能够得着灵魂来设立。主耶稣，谢谢你祝福樟树教会，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一起来，我们向大人先奉献的殷殷礼拜。
Wabao na kung katatudong. Lumago itiniha, inuman itini sa Wama. Sa Wamaaw, ianay kami, nagapay na sa misyon. Tudi, ipot, sa misyon, tuto, iren, no, niya binigay ka sa Wama. Wamaaw, bawa ng misyon, na isinay, kawamay, anilunga ito. Santa Wama, patay na ito, bawa na sa misyon. Nanay, patay na sa misyon niya na ito. Kapay niya sa misyon, kung ayaw mo kaya, na ayaw mo utso. Si Karamon, sa nagtinihi, pamungkuhan sa nakakawama. Ang isi na ito, ada misyon, ilan ka sa kubi, pagpuhan sa misyon, pamungkuhan sa tiga. Lalo na ay po, irin, lumapasay niya, naliluma ito, ada pa sa wama, ka. Na ayaw ko pamungkuhan na lang. Sebab kung sa kanalay, ang kaayaw sa misyon, taming taon, pamungkuhan sa wama, ada lang sa misyon. Matulog na niya, pamungkuhan sa wama. Pamaarin ito, na yung kaayaw sa misyon, taming taon, pamungkuhan ada sa misyon, misyon, ha sa wama ki tani mapasa ta sa ini kapanay sa wama surato sa hindi po misyon ka sa tayo kati ma no sa kasa niya wama ki sa kaka na maya misyon to na ay sa ka kaya no kyo sa kamaka sa mata na to misyon hindi kyo ka sa wama sa katudong parang ang panahon ng misyon Yesus Kristus at tulong. Amen. Sunday. Syukur na sa Matthew ng Pipot, Iso, ito ng Nanay manari tayo kamanan ko sa palagan itapang ade Kristo. Ato nagtiyak ang talasay mataya. Halabah halit ni ahoy ulah kawas ato dikapot mufang sa alingo kamusta matindi. Untuk yung utsu Yesus juga angkai kemo siya ng sa ay. 圣灵的感动和交团契，从众姐妹都同在，分别虽受击打，可是却不被击溃的姐妹都同在。是否我们继续靠着刚强、壮胆、勇敢的心智，继续奔跑、推进，向着标杆的直跑？姐妹都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Irago aku koko au, aku ini nosong ni irago koko. Kaya kapingan, awak mo ko isang song ni
Dahil irani naman matagaw ko to kakao sa karami horor ko isa kami sa utay anak ni anak kita matrasay minten 下午3点半 ira ko naikirai 西口教会松年团契带领阿米交流与巴拉放萨个，那来kita oh ya 松年明天下午3点ini kita mi hal taranan na hari i thai yuran se tengah saka yang mata saya ka kawai kita tadi terutama min anu ira boleh kau yang anu sa kamu 弟兄或者是妇女。 ini sa horor isaranan ka tutawarin ko ni anak ko pagkapanak kita na numat asay maka kaciaway kita anak ko pagkapanak sisi Hao tinggal sa kakak. Nah, ini kau pukul utama nak kita nanti ada di pagi tadi. Si wadah musuh dia itu paksa kira-kira kami ira nawani dan dia terlayan berikan yang jelas dari rumah sah ma ilo kira pilih mincan ma ilo kira dapat pada isi saya kamu kira kamu sama buah mama kami sih terus kau kami kira tu ayah ni yang susi anu isi kira tak kamu kita bagai kau kami isi dia kata yang dipadiwi itu binuli asal dari nak rumah malaya dari dasar dia kata yang itu dipadiwi binuli dalam periksa pertama di sini dalam berdosi dari itu jadi kama yang ini dalam kakao saya akan kasih sesuatu so kita untuk memandang ini atau asal kita masalah untuk berdosi bahkan dengan ini dulu binuli Nupono misalnya kata pakai terbosi tu seru dari cinta cinta kita kau pakai kita lima puluh hal kita tu atau asal kita tu是弟兄妇女用我的心最真诚的心为这个牧师或是师母来祷告，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是一个很坚强的能够保守他们的这个话把在尽量那的。 kami penegak ini rasa anak orang cara kami sana apa suatu di tabonan atau aku ay 好，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有这边有一件事情报告哈，然后呢会后我们这边周报有写会后每年修过主要编号，我们今天暂停。 我们今天联合诗该暂停哈，所以我们会后没有要练习，那等到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再来练习。好，谢谢。然后阿歪都也报告好这个多好小慧要留下来，等一下要开那个有关于圣诞节的筹备会跟有关于我们年底那个长职的共识的一个会议哈请小慧留下来。好，我们起立。